将阮的心肝藏在你的手内，你敢敢甲阮拨看卖？免什么誓言，不惊任何阻碍。若有你，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负陪伴你，阮决心爱你到未来。爱你到未来。无论是海角天涯，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我幸福的门牌。无论是啥人的爱，阮拢嘛无爱。你是我，你是我。一生的期待。即马害小芬互车弄着，你敢知影你安尼害秋美阿姨偌伤心？你敢知你安尼做，爸爸妈妈，搁有阿嬷因有我烦恼，咱才无听话啦。是嘞，因为小芬被找妈妈，所以才给我转一个找妈妈。小芬要找妈妈，会当甲爸爸讲，甲我讲，那是你带伊去找的。甲你讲嘛无好啊，因为你大人无好秋美阿姨等啊，我想讲见到秋美阿姨，所以小芬才你伤心，才你想秋美阿姨。文华，啊，小芬即摆人啊啦？即摆当伫内底动手术。小玲伊伤有听话啊。是啊，啊囡仔人敢毋捌代志哦，你又跪伫遮，这是病院的，歹看啦。恁来想伊啦，恁会家己想歹去。小玲啊，听，哦，莫哭，你听我爸爸讲吼，以后袂咧乌白入去出来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影，我后壁啊，毋过我感觉小芬足可怜的。以前我想妈妈，毋过病院甲妈妈入院的时阵，就甲小芬即马共款。妈妈，你互秋美阿姨回来好无？小芬问妈妈，伊足可怜的。小玲，来，妈妈甲你讲吼，大人的代志你毋捌，所以咱囡仔爱听话，知无？就要，其实这件代志，嘛免你完全怪小玲啦。小玲哦，心肝伤软，所以毋才会带小芬去找秋美啦。啊，秋美这个小查某，因查某囝车好，爱拢缀外乖哦。俊杰，秋美迄个时阵我来分去啊，伊即摆伫隔壁袂吧？妈，啊无，我甲文华过去看一下，阮一下就转来。好，恁进去。小芬来甲秋美住斗阵，今仔日就发生这款代志啊！妈嘛是好意啊，伫还袂确定秋美是毋是真心悔改进前，也是无应该互囡仔甲伊做伙，只是安尼对小芬会有无好影响。我是感觉，大家对秋美的包容也是我够，有当时啊，有意无意，可以提起较早的代志，安尼对秋美来讲。是真大的刺激。文华，你甲小芬是秋美心肝内上重要的两个人，假使你当放弃成见，一定会当互秋美真大的信心。
小芬无代志吼。阿婷啊，你一个查某囡仔人，酒还啉遮济，到即阵还搁啉醉，你是生啥物体统啊？是讲我即摆无体统是，我会变成安尼，拢是迄个人害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是讲我即摆无体统是，我会变成安尼，拢是迄个人害。你应该去怪伊，毋是怪我啊。阿婷，组织你的婚姻是棉花因阿公，你遐上所有代志拢怪在棉花的身上。棉花因阿公既然对你的婚姻有意见，你就应该两个共同去请求伊的谅解。像你安尼吼，会晓一竿竿唔啉烧酒醉，伫咧解忧愁，甲所有的责任拢送给棉花，安尼对棉花来讲是无公平的呢。妈，你根本就无了解。明辉出嚟讲伊真爱我，做的人是我，我事实上根本就毋是安尼，伊连反抗阿公的勇气拢无，后摆我若嫁予伊，我哪会有幸福？我甲恁讲，我生阿婷毋是无人爱，恁另外的人哦，坐甲敢山咧。明辉，我即摆已经有新的男朋友啊，我对你已经是完全的看破，所以啊，我想安怎做，要安怎做，拢是我家己的代志，甲你无关系，你无资格去管我，你有听到无？哎呦，阿婷啊，你甲棉花两个人互相感着你个缘分的深啊！即摆棉花若讲，互伊遮尔大的压力，在即个时阵呢，恁两个更加爱行斗阵，排除所有的困难，安尼毋才会当心连心，手牵手，共同创造美妙的人生，才对。俊杰，你敢有谈过恋爱？你是知影啥物？阮的代志免你管啊！阿婷啊，代志啊，啥物两个大啊？我安怎讲，俊杰嘛是咱的时代。这就是你的时代，毋是我的时代。我生阿婷甲你即摆已经无关系啊！我毋免替伊去应付你遐个亲戚朋友啊！所以你要听啥物人话是你的代志，你要做你的乖囝、乖孙，拢跟我无关系，我袂甲你共款啊！阿婷，阿婷，哎呦，阿婷这个查某囡仔，实在是愈来愈唔习惯啊。头家，前位到啊！社长上，你来啊是，真好。我接到电话，知影社长上找我随定时共看倒来。一切要听社长上的吩咐。我已经想好些我执行计划，我若讲你安怎做到，你听有无？是，社长上。我今仔日挑选你，就是因为做事冷静认真，头脑清楚，处事明快，对敌人心怀手软，不留情面。你的特质就是我所需要。喂，好，我了解。大头家，咱派出的人回社时转来讲，树美的查某囝小芬即摆出一寡代志，散于北医，
秋美嘛因为故乡发走，即马有住你的病。爸爸，小芬敢人死，是安那离去遐尼久还无出来？即摆医生当伫内面急救，即摆咱所会当做的，就是祈求天公伯爷保庇小芬无代志。好，我们再帮小芬祈求。是啊，拄阵阿婷伊是啉酒咧讲醉回来，你着那个想想安尼济。我再讲吼，啊你伫咧见是人面头前，安尼个细细念，你做无面子了。我话你是找个时间，等个好甲伊讲一下，啊无阿婷甲明文即世人真是无希望了。那天的个性就是这么倔强，我嘛唔知吼，我要安怎讲伊才会听啦。明辉，这几年我听一定真牛呢，即马对着这款的代志，伊才会遮尔无欢喜，伊规个情绪才会爆发。我看，你先送我妈妈等去休困，先送看阿婷。我知啦。医生，医生，阮查某囝安怎？即摆无性命危险，拄好手术好啊，第一回复室。你放心，若精神的时候，我会通知恁啦。多谢。多谢。真是好佳哉啦！是啊，小芬恢复清醒吼，差不多5、6点钟，规地人等下等嘛是办法，规我妹妹上等会休困。好啦，啊无手叫，文华，假使小芬有精神，恁就要紧打电话我，我通紧过来看卖。妈，我会啦，你先回去。阿妈再见。我是安怎底是安尼？世间的一切对我来讲，敢若拢已经完全无意义。我逐工安尼啉，到底是为着啥？是我。阿娘，你规工拢无消息，我敲你电话拢袂通，唔知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所以专工来看你。我即摆一人都安尼好好徛伫你的面头前，你能放心吗？来，你唔转去啊？阿娘，你看起来，我遮尔甲无欢喜，是毋是为着黄明辉？伊凭啥物？但伫你为伊遮尔甲伤心？我甲你讲，有真一个查某人会专门做友，讲伊偌爱你，偌介意你，愿意为你就刀山落油鼎。啊，若拄着代志咧，啥物代志拢唔敢担当。我看伊就是这款人啊。我无想要搁听，你莫搁讲，我无爱搁听。家庭啊，我即马是最关心你的人。虽然咱几年无见啊，也毋过无一天无咧想你。家庭，我是真正咧介意你。假使若有人会反对咱交往，我绝对会抗争到底，保袂亲像黄明辉同款。家庭，请你相信我。清楚呀，阿弟，你清楚呀？明辉，我袂搁你离开我，放
我袂甲你冤家明辉，敢毋知我这几工足痛苦的，我甲你归我好。家庭，我捌你讲过，我要爱你，重新变我身躯边。 陈家庭叫我来过夜啦！你来，你实在是做白来呢。我先走。阿田啊，真闲啦，阿田。哎呦，阿田，你起来！你莫若准讲你二烧酒醉，我就袂甲你计较。我承认，甲婚礼延期是我唔对，啊，不过我已经甲你回信了，你哪能做出这款的代志？ 明辉，阿田是啉酒醉，你莫怪伊啦。是啦，伊是酒醉啦。啊，不过我相信伊是清醒的。啊，若无，袂有查甫人来厝内底啦。哎，明辉，哎呦，你哪会安尼啦？甲至少就去了了啦。家庭哪会变到安尼啦？啊，你们去水茫茫，怪个查甫囡仔来厝内面，两个淡仔咧揽。以明辉的个性吼，伊绝对掠讲的啦。 安尼要安怎啦？即摆明辉红火等咧倒啦，我来看卖。阿田，精神啦，阿田，你啉这么醉啦？阿田啊，阿田。明辉啊，你著莫阁生气啊啦！ 我听有可能是一时意气用事，意气用事，意气用事就会安尼，带查甫人来厝内底胡白乱来笑。我知影，是我先对不起伊。啊，不过我已经想尽办法在解决这件代志。伊是安怎拢无法度体谅我的心情，徛在我立场替我想。今日做出这款的代志，是我当了什么？ 你安尼讲也无唔对啦，明辉啊！我讲，真是，来，用茶啦。哦，明辉啊，人讲娶妻是娶定，通甲阿婷这个查囡仔讲早就看袂惯心。 啊，既然你都遐尼轻浮，私生活遐尼随便，这款存心不卖甜也好啦，莫阁想啊！你想要啥物款查囡仔，你甲阿公讲，阿公找互你。阿公，过去的恩怨，敢会呢安尼就准拄煞？你敢知影我即摆是安怎这尔痛苦，都是因为你。假使你袂阻止，我甲阿田分手。 阿弟嘛袂变安尼啦。你现在才讲一款话啊！阿公替恁后辈保管收钱是对也唔对。我甲你讲，你甲阿婷是早都已经有分了，伊竟然违背你甲别个查甫人咧甜袂清，啊！
你敢会当保证阮将来你若结婚了后，伊会守节做一个好家后？阿公会主动，你是为你好呢。阿公，我家己的代志我家己处理，拜托你莫搁干涉好。你明明向阿婷这个查囡仔，甲你骂到头壳拢红去啊！我头壳无红去啦，是你家己是非不分。你要报仇，谁人要牺牲我终身幸福咧？不，你来这里不好。老先生啊，莫生气哦，有话慢慢咧讲。拜托咧，即摆是新的时代了，像你这种老一辈日本式的父权作风吼，已经退流行啊啦。卡苏人是明辉住伫遮，啊？伊的代志我才无去插。郑姐，那来走。阿公，是嘞吼。老先生，歹势。要我这个死大了，你做我做这是要福气呢？你要我显摆啊？是你啊！小芬嘞，小芬现在安怎？伊伫咧恢复室，伊拄做完手术，手术真顺利。真是嘞。文华，拄则我做梦去梦到你，我梦到你伫咧照顾我。你真温柔摸我的面，互我感觉足温暖的。拄则是毋是你一直伫身躯边照顾我？其实我嘛毋是一个遐尔无感情的人，假使当初你若是会当对我较好的，我嘛袂骹步踏叉，做出遐个代志，遐尔无情。去对待我身躯边的亲人。秋美，你莫误会，我伫遮照顾你，是手骨交代。搁再讲，你是阮查某囝小芬的妈妈，以情以理，我拢应该留来照顾你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假使若毋是为着秋玉甲小芬，你无可能伫遮照顾我。我知影我无值得你原谅，我有去找过黄石虎，伊也是毋肯放我煞，我嘛毋知影要安怎才好。秋美，我毋是一个无情的人，只是我无想要搁失去秋玉。而且黄石虎这边会倒来报仇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你，希望你了解我的立场。我了解啊。文华，小芬。小芬，你做紧起来！护士讲小芬的病情恶化，医生有话要甲家属讲。小美，医生，小芬哦，的大腿即摆吼咧大动脉大量出血，引起着白血症。我即摆吼要甲做紧急的处理。医生，小芬已经有性命危险。即摆状况吼，确实真不乐观啦。不过吼，我会尽力。医生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小芬，你千万唔通有代志，遐若无，妈妈一世人都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秋美，医生讲伊会尽力，你先莫遮尔烦恼啦。我拜托你，你莫甲伊抓走。我求你保庇伊，一定会平安无代志。可是
咱是有啥物做，有啥物苦，都互我一个人来承受。我求你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小玲，你哪只早来起床啊？阿庄阿姨早，伫画图。阿庄阿姨敢知影天堂有几个小天使？应该足多吧？啊，你问这要创啥？阿庄阿姨，你看，这倒面床底是小芬，表有2个小天使伫保护伊。啊，毋过你讲天堂有足侪的小天使，有可能有2个，啊无够，我搁加画几个小天使，安尼有足侪小天使保护小芬，照顾小芬啊。你身体还袂好，莫一直规咧，起来休困好无？秋啊，秋美，我有买便当，加减食一寡。秋美，你遮尔诚心，天公伯啊，一定有听到。你为昨昏到今仔拢要食物件，安尼袂用一个啦。来啦，你起来啦，吼。对啊。小芬较孙也出院以后，你才去照顾伊。你即摆家无顾好，是要来照顾伊啊？我扶你起来。文华，啊，你先甲小芬手术未？阿妹，啊，是咱来向阳大龙出血，这个囡仔实在是真歹命。秋美，医生出来啊，紧！医生，医生，手术的情形安怎？即摆出院已经止啊。后面的状况哦，还阁需要观察。也毋过安怎？小芬的大腿哦，受伤较真严重，就算讲会复原哦，恐惊会变成10年。恁若是问题。伊未来的路遐尼长，是要行落去。我一个可怜的囡仔。妈，都是你，小妹来忏悔，都是你造成的。妈，你较冷静。今仔又是你，家庭的婚事嘛袂不干呢。我就是惊讲小妹来捡你家歹去，我用心良苦，才叫你来到厝的甲我斗阵大。小妹即摆为着要出去找你，才会捡车弄着。可是若毋是你，本来甲树苗，伊早就结婚啦。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啦。妈，你莫甲咱讲啊啦，像你即摆生活来嘛是真艰苦。你要哪会艰苦？妈，好啊，你莫阁讲啊啦。拢是我的唔对，一切拢应该怪我。小芬，我可怜的囡仔，都是妈妈害你的，妈妈无应该给你生落，你嘛袂受到这种苦。我无尽着妈妈的责任。是安怎？无理性的人是我，应该受到报应的人嘛是我。是安怎，互你来替我承担？拢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对。秋美，秋美，我要讲，
你了准你为啥拢心里？你都无做唔对代志是无？因为你要得到周家的财产，所以你无想牺牲你后生的幸福，叫伊娶一个伊无爱的人。你伫个高等遐尔神圣的所在讲要采，讲我是伊的离婚妻，敢讲你无骗伊，你无做唔对？要讲你一个无情的人，我为你所做一切，都是因为我爱你。啊，不过你的良心叫我搞无去啊！你明明知影唔就好，伊顾袂着我死，你却把我送去伊的手头，就算讲你对我无感情，你都无将我当作是外手人。是安怎？你讲我是歹查某，啊，不过你的行为。使人遐无情，我人无法度忍受。秋美，我知影你想过来艰苦，也毋过你唔通安尼啦。姐，你莫搁讲。姐，我知影你是为我好的，啊，不过敢若你一个人支持我有啥物路用？你表面上每一个人讲要我一个机会，啊，不过当我需要温暖、需要爱的时阵。你煞无人欢迎我斗相共，因根本就无甲我当作是人看待，因拢用特别的眼光看我。可是，当初伊若是愿意给我一点仔爱，一点仔温暖，今日我嘛袂变甲安尼，小飞嘛袂变甲安尼，拢是你害的，拢是你，不是我。秋哥，莫留意啊！这段日子以来，伊爱要伤大，拄好互伊去行行消透一下嘛好。也毋过，我惊伊。即摆小芬还佫伫手术，假使若有啥物消息，咱就喺伫遮等啊。妈，秋意是。想讲来想过艰苦，伊才会安尼。伊是无心的嘛？是遐尼多人的不幸，拢是妈妈害你啊！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小芬。小芬。小林，爸爸甲妈妈只是小转来一下，摕一寡物件以后，就要去病院看小芬啊。你伫厝诶，在听阿姨的话，有知影无？爸爸，小芬即摆安那，伊会病好吗？小芬啥物时阵才会转来甲我做伙耍？小芬即摆佫真危险，医生讲，就算将来好啊，脚嘛是会有问题。拢是我唔好，拢是我爱小芬。妈妈，小芬敢毋是？小英只要乖乖，要搁遐代志就好啊，好无？文华，你看，敢要通知爸爸甲阿姨？
因两个去庙会挂香，就算即摆通知伊嘛赶袂转来，较毋则讲。阿伯，我去楼上摕物件，了后咱才直接去病院。王秘书，你哪来遮？总经理，我一直打电话给你甲董事长，也毋过拢敲袂通，所以我就亲身过来啊。日本的伊甸公司突然间派代表来台湾，讲因有咱公司的股权，也毋过咱从来毋捌甲伊接触过。伊阁要求一定要见总经理一面。哪有这款代志？手臂即马无伫个，小芬阁需要人照顾。我看这个代志你先去处理，我以病院照顾小芬。好啦，这件代志我先来处理。我先甲老秘书转来公司。小丽，乖啊。爸爸再见。行。Time's money， 我的时间真宝贵，无想要搁浪费啊！恁董事长到底什么时阵会转来？歹势歹势，阮董事长呢，搁去处理另外一件重要代志啦。我已经派人请伊倒转来。你电啊啉，相信呢，真紧就倒转来哦。我看恁无先解决这件代志，我想这件代志由法庭解决。好，阮董事长转来啊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，若是你是我一生的遗憾。我想这件代志由法庭解决。好，阮董事长转来啊。董事长，这位就是伊甸资设会社的代表，伊出来这位呢，就是那律师。伊讲伊的手内呢，有咱公司3%的股权。你好，我叫做朱静慧。朱小姐，请坐。朱小姐，今日突然间走来阮公司，讲恁有酒市企业30%的股权。这到底是安怎？今日我是代表黄石好先生来。黄老先生30年前，老董事长周天上先生甲黄石好先生做伙创立周氏企业。因两个人讲好，股份一人一半。尾后黄先生移民日本，煞甲手头的股份以550万的代价卖予周董事长。想袂到尾后周氏企业经营出现危机，迄张支票跳票，所以买袂起约就失效。即摆黄先生无想要卖周氏企业的股份啊，阮今日来就是希望新董事长会用来将股份让出来。今日我甲律师是来通知恁，假使恁若是坚持无爱照法律的程序行，那安尼，咱就法庭见面，恁好好考虑。朱小姐，这个代志牵涉真大，而且唔知真诶假。我袂当甲听你的片面之词，就把周氏企业股权让予你。搁再讲，就算是真实的，这个合约嘛已经30年，合约的时效还佫追溯期拢已经过啊，敢毋是？其实照我看，黄老先生并毋是把周氏企业股权摕转去，只是要借这件代志来打击陈碧川。我讲袂对吧？随在你安怎想，我的话已经表达了。新董事长希望你会当将股份让出来，莫霸占别人的财产。无论如何，我是无可能把股权让予你。假使你若坚持要安尼做，咱就法庭见。也毋过我提醒你，时间已经过伤久，你是白了讲。你莫袂记的，并且的文件就会当证明咱伊甸公司有周氏企业的股份。阮会当申请假扣押，恐惊到时阵恁也无法度占什么便宜。恁好好想看觅。
小芬替换的衫裤甲日用品我拢款好啊。你莫艰苦啦，医生毋是讲过啊，小芬的病情已经稳定，伊一条嘛会当捡回来，真无简单啊。虽然命是捡回来，不过，一个查某囡仔人，一支脚断的残废，啊，拜托还是要安怎？阿妈，小丽，即摆你妹妹小芬伫个急诊室内底，阿妈足烦恼的。阿妈你看，我画这张小芬的图，小芬的身躯边有足侪天使保护伊，伊一定会平安好起来啊！小芬若是看到这张图，一定足快乐的。小丽，你写得真快，小芬啊，这是小天使给你保庇，你的身体好起来。不过，你的脚煞残废，你妈妈赶快就唔甘的。阿妈，你莫哭啦。我是咧想，小美出去遐久，一点仔消息拢无，即摆毋知安怎。这款人哦，伊最后是永远拢莫转来啦。都是你，小妹的残废，都是你造成的。我的过去哦，拢过树米啦，只有树米伫咧，无一项代志哦有走得办的啦。这起哦，真正是水要大现。所讲嘛，毋是你，我的婚礼袂有变卦，拢是你害的。是安怎你一直怪我？敢讲我的一世人，忍受众人恶毒的言语，甲轻视的眼光。既然你唔肯予我上济机会，那呢，就予我结束我家己的生命。我了解。你心中对我的不满、甲怨恨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，若是要知我。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小芬，为着小芬，我一定要活落去，我袂去死。我袂去互人讲我是一个软食的人，我更加袂去互人讲我是为着逃避我的罪孽才来自杀的。而且我要活甲真有尊严，也是我连死都唔惊。那呢，我还有啥物好惊的呢？你要安怎对付我？
要安怎骂我？做恁的。妈，护士讲啊，小芬即马伫咧恢复室，等状况较稳定的，就送去病房啊，才有我照顾你，免烦恼啦。嘛好啦，啊无我先来转。最近阿婷伊的情绪嘛无够稳定，我嘛要加减嘛注意一下。啊，小芬若精神哦，你着紧通知我哦。会啦。妈，我拄阿妈转去休困，伊伫遮伤忝。好啊，秋哥，你嘛真忝啊，你甲妈先转去啦。我袂忝啊，我干那烦恼树米，出去遮尔久拢无消息，毋知敢有发生啥物代志。树米，你总算转来啊！你敢知影我烦恼啊？是嘞，我安尼讲，转来就好啊。我认为，这边我带小芬回来，根本就是一个错误。我毋能害着小芬，莫去牵连着大家。为着我要让大家受着我的拖累，我决定要带小芬走。你免带小芬走，小芬是阮心家的孙，伊应当爱带心家。若是要走，你家己走。秋米，你一个人带一个囡仔，你即摆身体阁无好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去倒位，拢比留伫遮较好。为着因拢认为我带衰，拢离我远远远。而且黄朝好伊嘛唱明讲，伊是针对我来的。假使以后若真是发生啥物代志，因大家一定搁较袂当谅解我。我看我还是走好啊。无花，你靠树米叫伊莫走，来啦，来啦。秋米，无人不爱原谅你，嘛无人不爱接受你。好啊，莫阁讲啊！我完全了解。为着恁大家就是毋相信我是真心想要悔改的，你毋是要甲我送给因就好呀？既然你无带着咱阿母过去的情分，那你还讲有啥物好讲的？讲来讲去，你也是咧怪文化，你根本一点仔忏悔意思都无。毋是我无忏悔意思，是恁对我的态度，真是让我真凊心。迄是因为你过去做的代志伤过超过，无怪大家对你凊心啊。妈，莫讲啊啦，这是病院，小芬搁伫咧内底，咱莫冤家啦。喂，俊杰，什么？我知影，我随转去。什么代志啊？黄朝好的伊甸公司，为着要得到这期企业股权，向法院申请假扣啊！法院的人即摆伫咧公司。这是要安怎？就好。哼，这件代志根本就是伊设计，我出面去甲伊解决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挂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人生的美丽。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
心的